因为马太安溪桥去互大水冲断去，即阵要出入光复乡，原来当走193县道，因为这路是真下塌甲真严重，即阵已经交通管制。原来是马太安溪的便道当时起好势咧，交通部是预计要到10月中会先起好安康便道。原来是这更便桥，就要到明年旧历过年进前才有法度完成。怪手无形称号底，马太安溪桥被冲下去，互大九线断去。交通部规划短期爱先完成号底涵港便道，疏解交通需求。不过其实大量车流已经先进入193县道。年假期间，真侪职工想要去花莲光复乡协助救灾，不过爱顺路行真下193县道，造成真大车流甲车祸。虽然已经启动交通管制，疏远塞车情形，不过民众希望便道能赶紧完成，再上不足就免过细节大连。你要是水大一点，这个变道都很危险的，所以一定要有人管制，怎么了？这边好像有一条嘛。当然是不方便，要绕比较远啊。因为交通现在就是走那个193线，很塞哦，要绕啦。交通部计划10月中完成南北各一条涵港便道接大九线，已经历时间了后，等互救灾车甲小型车更较顺利进入光复灾区。要地方平台建议应用原本桥附近代替旧崩坑来起便道。这个隧道啊，不像我们一般的车型隧道，它的宽度啊，宽幅大概是4.1米左右。然后它的高度还有照明的这个设施啊，是不供通车使用的。就是一样两处南北各一项，然后会往那个就是接到台9线的部分。因为原桥两边受损严重，交通部目前规划伫原桥水头较无偌远的所在搭更便桥，共款直接跨过马太安溪，按算明年农历过年进行完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